11月北上黃金期嘅獨特優勢，天氣宜人，出遊最舒適。踏入11月，深圳迎來一年中最舒服嘅季節，平均氣溫維持喺18到25度之間，濕度適中，陽光溫暖，又唔會太曬。呢種天氣最適合長時間戶外活動，無論係行文創市集、漫步公園，抑或探索城市街區，都能享受最佳體驗。相比香港嘅速，深圳寬敞嘅空間加上舒爽氣候，讓人真正感受到度假嘅寫意季節限定體驗獨特。呢個時節，深圳各大商場同景點都會換上秋冬主題裝飾，聖誕節日誌通常從11月中下旬開始亮相，讓你提早感受濃厚節日氣氛。同時，各大餐廳紛紛推出秋冬限定菜單，熱辣辣嘅火鍋、滋補燉湯、香氣四日嘅燒烤，正好迎合轉涼嘅天氣，為食客帶來暖心暖胃嘅享受。避開人潮，性價比高。11月處於國慶黃金週同聖誕新年之間嘅淡季，遊客相對較少。呢個時候北上，意味住更短嘅排隊時間、更舒適嘅購物環境同更優惠嘅價格。好多商家會趁呢段時間推出促銷活動，加上匯率優勢，讓你嘅消費性價比達到最高。深圳5個遊玩熱點，福田區成熟商圈再升級購物新體驗。卓越中心11月呢度將化身秋日童話世界，中庭嘅巨型南瓜藝術裝置金黃銀杏樹景成為打卡熱點，各大品牌都換上秋冬新裝，特別係國內設計師品牌款式新穎且價格親民。皇庭廣場經過升級改造，引進多個華南手店，重點推薦 D1 層嘅美妝集合兜匯聚國內外小眾品牌，仲有專業彩妝師提供免費諮詢服務。美食新發現 Coco Pub 頂層嘅露天餐吧喺11月呢個季節最受歡迎，傍晚時分喺微涼秋風中享受美食格外愜意。最新開業嘅老乾杯燒肉專門店，提供頂級和牛係肉食愛好者必試之選。水圍村除咗傳統嘅港式美食，近期多咗好多特色小店，推薦阿媽手作嘅芋泥系列同八合里牛肉火鍋，暖身又滿足。南山區文藝氣息最濃厚，文化藝術之旅。華僑城創意園11月係觀賞秋色嘅最佳時機，園區內嘅梧桐樹葉轉黃，形成金色隧道，成為攝影愛好者嘅天堂。每個末都有創意市集，可以淘到獨特手工藝品。海上世界文化藝術中心11月份有多個重量級展覽開幕，包括敦煌藝術瑰寶展同當代設計師聯展。場館面向大海，景觀開揚，係享受文化與自然嘅好去處。商場新體驗，萬象天地，高階嘅聖誕裝飾通常會喺11月中提前亮相，成為深圳最早有聖誕氣氛嘅商圈之一。新開設嘅 Rive Pro 科技潮玩集合店，匯聚全球最新科技產品，後生仔必講。深圳灣萬象城名牌集中地，但更值得推薦嘅係佢嘅餐飲樓層饕餮旅，集合多間黑珍珠米其林餐廳，適合重要日子慶祝。寶安區新興熱點不容錯過，一方天地作為深圳西部最大商圈，一方天地喺11月推出秋日購物節活動。A 優集中國際品牌 B 優，主打年輕潮流；C 優就以家庭親子為主。最新開業嘅樂沙主題餐廳以海洋探險為主題，小朋友一定中意歡樂港灣。11月嘅天氣最適合喺呢個海濱公園散步。標誌性景點深圳之光摩天輪可以俯瞰整個前海景色，每個末晚間都有音樂噴泉表演，配合秋涼天氣浪漫十足。羅湖區老牌商圈新驚喜，萬象城雖然係老牌高端商場，但每年11月都會帶來新驚喜。今年重點係 D1 層改造升級，引入多個國際美妝品牌首店，5樓嘅美食花園擴建完成，新增多間特色餐廳。東門町美食街天氣轉涼，最適合掃街食小食，推薦阿婆糯米糍、潮汕蠔烙、長沙臭豆腐等地道小食，每款都係暖心之選。龍華歐隱藏版美食天堂，紅山站商圈
地鐵4號線直達非常方便，6979商場集購物餐飲娛樂於一體。重點推薦菜蘭港式點心同大無畏燒烤，味道正宗，價格相宜。觀瀾湖新城結合高爾夫球場同購物中心，環境開揚舒服。MH Mall 內有超大嘅 NBA 籃球場同冰雪世界，適合一家大細玩足一日。11月限定活動特別推薦溫泉養生之旅。11月天氣轉涼，係泡溫泉嘅最佳時機，推薦觀瀾湖溫泉同因特拉根溫泉，兩者都提供多種特色溫泉池，配合秋日景色，讓人徹底放鬆。秋日野餐熱點，深圳灣公園，海風變得清爽，冇夏天嘅悶熱，最適合大張地買啲外賣，享受海邊野餐。蓮花山公園11月中下旬，公園內嘅異木棉盛開，形成粉色花海，係野餐同打卡嘅絕佳背景。藝術展覽季11月係深圳藝術展覽嘅旺季，重點推薦廣州美術學院年度作品展、關山月美術館、國際攝影深圳美術館、青年藝術家聯展華美術館。實用貼士助你玩得開心。交通建議：沒過關建議選擇福田口岸，人流相對較少。深圳市內推薦使用滴滴出行 App， 可以連結 AirPay HK 直接付款。地鐵乘車碼已經支持 AirPay HK 直接掃碼入閘。購物貼士：11月中係雙11促銷期，線上線下同時優惠，記得帶回鄉證。部分商戶提供港澳旅客專屬折扣，大額消費可以詢問退稅事宜，符合條件可享離境退稅。飲食推薦：秋冬必試羊肉煲椰子雞、火鍋、薑母鴨。新式茶飲：喜茶秋冬限定嘅熱麥，爆檸耐雪嘅霸氣熱水果茶。住宿選擇：追求便利，福田香格里拉、南山中洲萬豪。性價比高，亞朵酒店全季酒店。特色體驗：東門老街嘅設計師民宿。11月嘅深圳氣候宜人，活動豐富，係港人北上嘅絕佳時機。無論係想購物、美食、文化體驗，定係純粹想放鬆身心，都能喺深圳找到合適嘅去處。建議提前規劃行程，避開人流高峰，善用各種手機 App 同優惠，讓你嘅北上之旅更加順利難忘。快啲約埋親朋好友，把握呢個黃金月份，北上體驗深圳嘅秋日魅力啦！